国国内疫情大爆发之际，官方却宣布从明年1月8日起解除入境隔离措施，并恢复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很多国家担心3年前武汉疫情扩散全球那一幕可能会重演，各自调整了入境管理措施应对，并将中国列入了检疫查验的重点国家名单。中共在12月26日晚间宣布，从明年1月8日起，将中共病毒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依据相关法律，对感染者不再进行隔离。另外，也取消了境外游客入境中国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但游客需要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同时，还有序恢复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中国国家卫健委也发公告说，将新冠病毒改名为新冠感染，这标志着中国将逐步解除严格的边境封锁。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消息发布后，全平台国际机票瞬间搜索量激增8.5倍，签证搜索量暴增10倍。去哪儿平台的国际机票搜索量也在15分钟暴增了7倍。中国快速放开疫情管制，同时又以各种方式压低相关死亡数据。有殡仪馆柜台贴出告示，要求办理的家属承诺死者并非死于中共病毒。还有网友说，医生威胁死亡证明上不能写新冠肺炎，否则不给火化。近日，在公众平台推特和微信上都流传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殡仪馆大排长龙，或是在火葬场排队拿号等待的影片。还有影片称，医院太平间内冰柜早已不复使用，更多包裹好的尸体堆放在室外。尽管如此，中共近期疫情大爆发，究竟有多少人染疫死亡，官方无法给出可信且有效的数据。七国集团、澳大利亚及欧盟等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对俄罗斯出口石油设定了价格上限，从12月5日起开始生效。价格上限规定，各国在购买俄罗斯出口石油的价格不超过每桶60美元。一旦超过限价，限价令签署国将停止对俄罗斯提供包括海运保险和金融在内的航运基本服务。对此，俄罗斯表示不会再向任何实施价格上限的国家和企业出售其石油和石油产品。针对俄罗斯油价设置上限的办法，最初是七国集团在9月份提出的，以便阻止莫斯科用石油利润资助对乌克兰的战争。另外，本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油价上限是一个虚弱的办法，不够严厉，难以打击俄罗斯的经济。中国的疫情引起了世界的担忧，尤其是邻国。印度已经启动了高水平的预防措施。12月28日，印度一对母女从中国返回，在机场检测中共病毒时呈阳性，目前他们2人已被隔离。中共病毒样本也送到了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测。专家表示，中国正面临着中共病毒混合变种的袭击。为防止印度的中共病毒病例激增，12月27日，印度所有卫生机构举行了模拟演习，以确保在氧气支持和重症临床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已就绪。根据韩国媒体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披露，韩国反谍报部门认为首尔一家中餐厅可能是中国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该报同时披露，在韩国前知事安熙正涉嫌性侵事件中，有相关组织通过美人计干涉韩国内政，并点名了中国前驻韩国大使邱国洪等人。继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此前发布报告，披露中国政府在多达21个国家设立54个海外警察站后，该组织上月再次指出，新发现中方在韩国等48处的警察站分布，中国政府的警察站已扩散至53个国家，多达102处以上。韩联社披露，目前韩国军方、反间谍机构和外交部等部门已开展了调查。